伫外妈兜度假的日子，阿珍，自我有记忆开始，到我读国中的每一个旧历年，甲歇寒歇热，我拢会缀阿母转去石仔热外妈兜住几工啊。逐摆转去，一踏入外公的杂货仔店，外公一看到我，对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：你家己去后面架仔顶，摕一双目镜来穿。我自在，新目镜穿咧，就四界去找厝边的囡仔盘算啊。外公的杂货仔店卖真侪物件，有做世人需要的家饰头啊、鸡梨啊、脏水、扫帚、粪机、猪头、鸡啊，阁有灶骹需要的米、油、盐、糖、酒，也有饲猪的豆壳，还阁有囡仔人上爱的四手啊、糖仔饼甲拉姆呢。外公的吊柜倒面是一块长长厚厚的原木，我正手边的所在有一个圆圆的空，有豆油池啊遐尼大，空下面是钱摊。我有时会走入去吊柜内，倚伫外公的身躯边，看外公卖物件。外公收钱有一个撇步，顺手甲银角仔对金骨的倒面如对迄空过去，银角仔就会家己落落去摊底。外妈甲大金透早就起来饲鸡仔啊，早顿食饱，就鸡梨仔伫咧，规身躯包甲剩2蕊目睭。因一人2骹竹篮，用粪担担咧，就去田里做事，做到尾晚斗才转来洗骹手面。款中昼顿煮猪菜，外公规工无用顾店做生意甲饲猪，简单中昼会当让旁食饭。食中昼的时，常在拢是我甲外公先食，真少大家做阵食。伫外妈兜度假的日子真自由，若放牛食草共款。日时大人做因无闲，我着对厝边的囡仔伴四界溜溜去，伫庄仔头的巷路走悬走低，转来转去。有时大家做阵跳像泥梭啊，有时凊彩捡一块仔叶片，踮涂骹画线，随人捡一粒石头啊做飘记，耍跳鸡啊。有时看人漂红仔飘。大家耍到无物仔通耍的时，就去人埕邻的火鸡，祝福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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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仔撇咧撇咧，哪走哪叫。庙日闹热的时，阮着做阵去庙埕看布袋戏，还是歌戏，顺续买卖鸡糕、咸酸甜、鸟来仔签、公鸡食。大家耍到过瘾啊，才甘愿随人家己转去厝。暗顿食饱洗浴了，我着紧软入去总铺的被空内。迄被单拄洗过，上过暗，闻到有烧热的日头香。免偌久，我着哪听大人讲话，哪困去，一暝到天光。